咁就好榮幸啦！咁今日俾你哋訪問。咁就我諗我係1990年，咁93年畢業啦。咁所以其實數一數都有成30幾年嘅工作經驗啦咁樣。咁就畢業嗰陣時咧，我哋個科咧就叫 Quantitative Analysis for Business。我就其實一出嚟工作嘅時候咧，主要都喺銀行一啲金融嘅機構裏邊工作啦。咁之後咧，我就轉咗跑道去做一啲金融科技，特別係一啲 IT 科相關嘅。咁而家最新咧，我就喺啲大學嘅機構裏邊做一啲培訓嘅工作。回顧翻啦，即係我喺嗰陣時3年時間啦，我會用多姿多彩嚟形容啦。咁譬如話，我記得每一年嘅暑假啦，其實喺城大有好多嘅機會俾我哋嘅。咁譬如我第一年咧就去咗一間統計嘅公司裏邊做一啲市場調查。咁第二年嘅暑假咧，更加係都係匯豐銀行做一啲管理嘅工作。最後咧，我會覺得除咗大學係讀書以外咧，其實人際關係好緊要。咁所以嗰時我就選擇咗去搞活動。咁我哋自己 department 咧，其實有個 society。咁我記得我當年咧，咁我就直情去參選。咁我當年咧係記得贏咗另外一 team 啦。咁然之後我哋就成為咗當年嘅社嘅，我係社長嚟嘅。咁呢樣嘢對我日後嘅工作其實好大嘅幫助。因為其實喺大學裏邊，除咗話讀書以外咧，人際關係點樣去 present， 又或者去做簡單啲嘅，同其他唔同嘅朋友，你要有個 negotiation 或者係 convince 對方。咁我記得當年咧，我哋直情係同另外一間大學就係理工大學咧一齊聯合一齊搞啲比賽。咁呢啲對外去同人哋交際，去點樣去同人哋去接洽，其實裏邊咧俾咗我哋好多。其實喺工作裏邊，我哋成日都會講到 project management 啦。其實我早喺讀書嘅時候搞呢啲活動咧，其實都係一種嘅項目管理。咁所以無論喺個 time management 啦，我哋而家成日都講嘅 risk management 風險管理譬如話你搞個活動，你有冇諗過可能都會落雨嘅咧？咁你有啲 backup plan。咁其實呢啲喺讀書嘅時候，如果我其實經歷過嘅話咧，出到嚟工作好多樣嘢咧都係學以致用。咁所以整體嚟講，我會覺得喺大學嘅生活，除咗話我哋讀個科，其實好多樣嘢都可以喺大學裏邊咧嘅生活，我哋可以攞到。我會首先建議啦，4年嘅頭1年會係一個 discovery 嘅 stage 咁個意思係乜嘢咧？首先要了解自己，因為喺中學階段完咗之後咧，其實有好多嘅選擇喺你面前。其實大學係一個咩地方咧？其實大學係一個社會嘅縮影，佢有好多嘅資源去俾你去爭取。咁但係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先要了解自己。咁了解自己，我會覺得有3個方面啦。其實我哋好多時候會見一啲畢業生啦，我哋會問3個問題。咁呢個你當係一個錦囊，你調翻轉嚟諗下喺第1年嘅計劃。咁我哋叫大海嘅一個規劃，咩意思咧？就係 SEA 一個大海。咁 S 咧就係你 study， 你諗住呢4年嚟緊，你會學到啲乜嘢？咁其實 department 裏邊咧幫你規劃好一啲 study， 但係裏邊都有啲 optional。譬如我舉實際例子，我哋呢個科目或者一個部門咧，好多時候會教我哋好多 programming 嘅嘢。咁我以前見到好多同學，佢哋都唔好明白點解我哋明明讀商科，點解會讀好多 programming？ 原來出邊嘅社會就係需要有好多嘅唔同嘅 system 去俾我哋應用。其實你要諗清楚，你將來有機會喺邊個行業發展，佢需要嘅知識係乜嘢？第二個啦，大海裏邊嘅就係 E 字啦，就係你嘅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頭先我已經講啦，其實喺4年嘅大學裏邊，除咗係讀書以外，我哋人際關係好重要，因為去到最尾，可能你無論商界、政府，以至到 NGO， 你都係要同人一齊 work together。我哋話 CDA 同學有個強項係咩咧？就係 team player。咁嘅意思係咩咧？其實就係同人互動去溝通，點樣去 convince 對方，點樣 explain 我哋嘅啲 idea。咁呢啲都係啲 interpersonal skill。其實就係呢4年規劃裏邊，盡量諗下會唔會有啲嘅課外活動。咁我記得當年咧，我哋讀書嘅同學咧，有啲就會選擇搞一啲興趣班嘅，例如橋牌學會。咁我自己咧就選擇咗係搞 department society， 就去領導搞一啲活動，搞一啲比賽，以至到可能搞一啲 career talk 咁樣。咁頭先我哋講咗 S 啦 ，study，E 就係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最後嗰就 A 啦，就 achievement。喺呢4年裏邊，每一個同學都會經歷讀過呢啲書，搞過呢啲活動。但係最尾個僱主或者將來你嘅其他嘅朋友都會問你一個問題：其實呢4年你 achieve 咗啲乜嘢咧？咁每一個人嘅定義都唔同嘅。有啲人可能話我成功地搞咗個好大型嘅 event， 裏邊有1000人。咁用我自己為例啦，當時我就係搞 department society 啦。咁我記得當年咧，我哋就始創咧，就每年嘅聖誕節 Halloween 咧附近咧，我哋就會搞一個 party， 就係一個跳舞會嘅。嗱，搞一個跳舞會咧，其實係一個營運，一個 operation， 裏邊牽涉到好多 marketing 嘅嘢，點樣做 poster， 點樣 promotion， 點樣 set， 定幾多價錢。
其實裏邊每一樣嘢都牽涉到可能將我哋學以致用 study 嘅嘢，最尾回報就係乜嘢啊？睇下個 balance sheet 咯。我哋最尾使出嘅錢同我最尾收翻嚟嘅回報係咪一個 positive 嘅？所以其實喺讀書嘅時候，如果能夠將一啲咁嘅成功嘅案例喺你個僱主面前，當你將來去見工，其實呢啲都係啲好嘅借鏡。咁所以整體嚟講，我會覺得呢啲就係你可以喺第一年嘅時候，你已經有咁嘅規劃。如果我再 specific 多講少少咧，其實喺無論你喺商業又好，公營機構又好，無論你去到經理級或者係總監，其實我哋都要做 sales 呢個動作。點解我會講呢樣嘢咧？其實人際關係就係講緊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咁我哋好多時候溝通不外乎有兩樣嘢想做：一 convince 對方，第二聆聽對方嘅需要。無論你有個 project 有個 idea， 你要 convince 對方 approve 個 budget。又或者你可能想有個新嘅 change， 你都要同你嘅下屬或者同其他同事去溝通。調翻轉啦，就係聆聽方面啦，你要好了解知道對方嘅需要。其實呢啲咁嘅 soft skill 啦，唔係讀書讀翻嚟嘅，反而係可能搞活動啦。平時你可能係同其他同學一齊去執行一啲嘅 project 嘅時候，其實喺課程裏邊咧，好多時候都會俾啲 case study 我哋去討論。咁我仲記得我 Year One 嗰陣時咧。就係去幫一間旅遊公司去做一啲市場調查，了解呢間旅遊公司應該做啲乜嘢嘅市場推廣。而我本身當年呢個 final year project 咧，就係幫大家都熟悉㗎啦，百佳超級市場做個車隊嗰個物流嘅 schedule。咁其實所有呢啲 project 咧，都係對我日後咧嘅工作咧好有幫助。其實我哋呢科出嚟嘅時候咧，我會覺得係一個通才嘅訓練。意思即係咩咧？其實每一個範疇可能都涉獵少少。咁然之後就視乎你自己個人嗰個際遇啦，同埋你嘅興趣。咁我自己咧就選擇咗係走去 FinTech、E-commerce， 即係同 IT 多少少有關。咁我頭嗰10年到啦，都係做一啲比較 technical 啲嘅，以至到可能係做一啲 FinTech 嘅嘢，都係同一啲 technology 有關。但係咧，我睇翻我自己個 career 裏邊，核心咧都係同兩樣嘢有關，就係 data 同埋 operation。正正就係我哋 department 個名啦 ，data analytics and operation。咁啊，其實我後半段時間咧，就主要係入去一啲銀行啦同埋保險裏邊咧，做一啲銷售 marketing， 以至到 distribution 嘅工作。咁直至到最尾咧，其實我就轉咗去做一啲顧問嘅工作。咁而家係更加係入去大學裏邊咧，做一啲教授嘅工作。呢個問題咧，其實好視乎你個人嘅。咁第一我會建議可能大家去 test 下自己 MBTI 先啦，睇下你自己係屬於邊方面嘅。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哋以目標為本啊！如果以商界嚟計咧，大體上工作我會分做兩類，一類係前線嘅 front end 嘅工作，一類係 back end 嘅工作。大體上啊，如果你 MBTI 裏邊你係屬於 I 人嘅 introvert 多少少嘅，咁我會建議可能你係做後台嘅工作，即係所謂 back office。如果你係一個 extrovert 嘅人咧，咁啊梗係去前線去做 marketing 啊，去跑數，去做 sales 啊，去同社會多啲接觸。所以其實頭先我答翻你個問題咧，好視乎你自己嘅性格啦。你個強項啦，如果你有啲地方係比較弱啲嘅，你需要多啲時間去 upgrade 自己嘅，咁你就住自己個需要咧，去培訓翻自己呢4年裏邊嘅計劃。咁另外 MBTI 裏邊仲有講你係 judgmental 啦，定係 emotional， 即係話你係對人多啲啊，定對事多啲嘅。咁如果對事多啲嘅，咁梗係做多啲係 technical 嘅嘢啦，做多啲計數啊 programming 嘅嘢。咁但係如果你話個人係比較 people sensitive 嘅人，你係對人，好似我自己嘛，能夠好容易了解對方嘅需要嘅。咁梗係做多啲前線去了解前邊嘅需要。咁但係無論你做前邊又好，後邊又好，頭先我都提過啦，我哋個 core 應該喺個 data 同埋個 operation 層面。因為其實前線都需要分析下前線嘅員工佢哋嘅 scheduling 啊，佢哋嘅 performance 啊。咁好多時候我哋都會用啲 data-driven 嘅 decision making。咁後台更加啦，好多嘅 operation， 好多嘅 transaction 都需要用個 data support 嘅。咁所以無論你係前線、後線，你點樣訓練你自己喺呢幾年計劃？都係裏邊離不開你要增強自己個 data analytics 個skill 啦，以至到 operation management 嗰個嘅運作嘅認識。其實你問呢個問題咧，我好有感觸嘅，因為我喺度都30年啦，好多時候我同唔同嘅校友啦、老師啦都傾偈。咁我哋呢一科 department 咧，我會覺得係一個幾有趣嘅 department。點解我會咁講咧？頭先我都提過啦，我哋係一個好通識嘅教學，樣樣都會教你少少嘅。如果你話用迷惘呢個字咧，我會覺得就係我哋好多面前好多個選擇。因為如果你比較 marketing、finance， 佢哋好 clear 就係做 account、做 finance、做 marketing。但係我哋嗰科咧，其實你睇翻我哋過往30年裏邊係好平均分佈。
有人係做 analytics 入去股票市場，入去 fund house 做 technical analysis。有同學係會入去做 operation 做 logistics， 亦都有人做前線 marketing sales 做得好成功。但係無論如何，你邊條 career path 起步都好，我會估計5至10年到，你會去到 middle manager， 你就會開始用到我哋之前所學嘅 data analytics 同埋 operation management 嘅嘢，以至到最尾就睇翻你自己個能耐啦，可唔可以上到一啲 senior management 嘅位？因為嗰部分咧就好牽涉到你嘅 interpersonal skill 啦，就係頭先我所講啦，你嘅 leadership、你嘅 convincing、你嘅 presentation。其實我哋 department 咧有一個好強嘅網絡喺畢業生裏邊。咁點解我可以分享到咁多嘅資訊俾大家咧？其實我哋有一個好好嘅 alumni 嘅平台。咁其實我知道咧，我哋嘅 department 總共喺過往咧已經超過6000個畢業生，喺無論香港、東南亞以至國內，都係我哋好多嘅同學。其實你數埋好多香港嘅銀行、大企、保險、head of data 都係我哋嘅同學。